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北市动物园的猫型圆仔的妹妹，出世第18天，食了比姐姐较济较紧，15分钟就食完一顿，所以大到有看哦。这个体重比拄我出世的时阵重得要4倍哦。咱就来看这只真可爱的圆仔妹妹。 一只就是福，食了就发福，而且是发大福。伊的小妹出世第18天，体重702公克，差不多是拄出世时阵体重的4倍。一罐15分钟饲了，食了比因姐姐搁较香，肥了比因姐姐搁较紧。这年母伫甲饲奶时同款的注意，这个牛铃杆仔甲伊的头要保持一个直线，啉了的时还搁像红鸭同款，还搁甲大的，空气才袂积伫腹肚内底。 为了避免奶跑出来造成吸入性的肺炎，奶妈组就会帮他轻轻的搓揉、轻轻的拍，那希望把他这个空气能调出来。我们现场奶妈组也要去模拟妈妈在有事没事舔宝宝的这个过程。我们会用棉花球沾了这个干净的水，那温水轻轻的帮他擦拭。那当然一方面刺激排便。 就惊讲即只等于圆圆的身躯边无要认老母，所以讲这年母逐工都要用15分钟加掠铃，也是你困的时会倒头栽，后盖才袂讲无法度适应。出世已经超过半个月啊，什么时阵有一个好名字？满月时讲会办好名活动。圆仔冰也是圆仔花，看倒一个大家较介意。